26章，亲像热天落雪，收割的时落雨。戆人得到尊荣，无合宜，亲像赤鸟仔飞起飞落，燕仔飞来飞去。无理无由的咒诅袂发生作用。对马着用鞭，对驴着用架姜，戆人的骹脊着用藤条。毋通照戆人的戆话应伊，则免你甲伊共款；着照戆人的戆话应伊，则免伊看家己做有知识。托戆人传达消息，亲像斩断家己的骹，伤害家己。箴言伫戆人的喙，亲像科技的骹，无作用。将尊荣予戆人，亲像用宝石做石头囥伫显所耳。戆人的喙讲箴言，亲像水汉举有刺的手机乱说。请戆人也是水汉做代志，亲像乱箭射伤着人。戆人一再做愚戆的事，亲像狗活转来食家己吐出来的物。你捌看到想讲家己是聪明的人无？连戆人都比伊较有仰望。贫惰的人讲：路年有狮，过路年有猛狮。门开来开去，贫惰人伫眠床过来过去。贫惰人手伸到盘呢，摕到喙嘛嫌废去。贫惰人看家己真巧，赢过7个牛应答的人。过路人去插甲伊无关系的纠纷，亲像人去捡野狗的鱼仔。人欺骗厝边，讲我是伫滚笑，是亲像小人ฮ็火把，来钱甲有武器，互人死。火无柴就火去，无人学话，三更就煞去。爱三更的人煽动纷争，亲像炭上加炭，火上添柴。耳孔边的闲仔话，亲像好食的物，一个入喙就吞入腹。喙甜心肝恶，亲像飞去插粗云。过好的人讲好听话，心内却存诡诈。伊讲好听话，你毋通信，因为伊心内有7项通掩护。伊虽然用诡诈掩盖家己的怨愤，伊的邪恶会露现伫公众面前。骨含井的人，家己会跋落迄内面；过石头的人，石头会过倒转来缀着家己。白贼的舌会伤害人，铺坦的喙会毁灭人。